美国太空总署 NASA 伫10月时阵发射无人太空探测器，到当收到传回来影像，煞是一只柑仔色的猫仔，内陆有光的点。原来这是 NASA 的测试，这也是因第一摆对较远的外太空翕动态影像，佮传导回来。这个叫做泰特斯的巨鸟，伫荧幕绿光点咧走，互人感觉真趣味。这段15秒的超高位质巨鸟影片，12位3100万公里外的心灵车无人太空探测器传回地球，目的是要探测 NASA 远天光通信系统的频宽甲资讯传输能力。Yeah, look at taters. 实验室警官也难得轻松，看几下摆泰特斯的影片。这段影片早伫心灵车号10月发射进前，就安装伫探测器的系统。在因 NASA 下达传输指令了后，心灵车透过先进的镭射收发器，将我阿外线影片信号以每秒267 MB 的速率传到加州帕洛马山天文台的海尔条件，过程只用101秒。传输同时，伫南加州的 NASA 喷气推进实验室也会当同步来看。这套安装伫心灵车号的通信系统，专门为深太空传输设计，速度比今麦的设备近10到100倍。有计航行到火星甲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大的时，这项系统会七个以高资讯量传输速率，将信号传到火星以较近未来的火星进步，有充足的能力传输大量的科学数据、高位置图像甲动态影像信号。为避太空条件，最近翕到太阳系第7粒行星太阳星的罕见影像，经过画面处理了后的相片，会当清楚看到太阳星的多中环结构，包括内环甲外环，更加翕到上内底的热塔。这款影像也显示太阳星的大气特征，包括北极分界甲部分北风的现象。为避也收集到太阳星的14粒卫星影像。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。